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8月15日，你说 You say 我带你得胜。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8章1到8节。RPG 我们要祷告经句记载在诗篇16篇18篇46节。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林肯曾经说过，一个人在得胜之后能不骄傲，他就得胜了2次，一次胜过敌人，一次胜过自己。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从昨天他的这个诗，对这位上主所做的诗里面，他就说自己10次他是仆人。那么我们看到他即便身为国王，他仍然在主的面前，他知道不是他自己能够得到这个位置。在很多的征战当中，他能够得胜，是因为主与他同在，就像神所应许他的。我们还记得了吗？这一位神说，我是你的神我的话是真实的。那么这个应许给他的是与他同在，所以与他同在，他不管去到哪里这个大卫他就是能够剪除一切的仇敌必要使他能够得大名，甚至是上大大有名，就像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可是他是一个愿意谦卑在神面前，愿意成为一个仆人。那么他接下来怎么样来做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非利士人一直是以色列的心头大患他们不只杀害了扫罗和大卫的挚友约拿单，当时他们也更占领了以色列的中部，将以色列切为两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他有了王位以后，他跟神有好的关系之后，他今天就是要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这个权柄又攻打了摩押王在这里很有趣的很明显的说了一句，用神量一量，量2神的给杀了，量1神的存留。其实这个2神跟1神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1神就是其实他还没长大的是会存留的所以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然后接下来我们又看到这个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他的兵1700，步兵2万把这个拉战车的马砍断了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然后接续下来，当然我们所看的是这的地方到了第6节说，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这个关键在耶和华使他得胜，也就是我们今天主题说的是，这位主说我带你得胜就对了不用说别的了。我们就看到其实呢，在这个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一位使人得胜的这一位主他真的是不是人能够阻挡，他要去到哪里，他就是能够得胜的就犹如在诗篇33篇这边所说到，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非常有道理这个打战真的看我蛮力是不行的，唯有靠这一位神力，因为神让大卫所夺下来的不只是这世上的胜利，更明显的是神国，神的一个
应许。神的一个应许就是他要使他的国在这地上，要他的国遍及，他的爱要临到每一位。而我们要成为神国民的，我们必须要遵守神的国法。这也是我们在主祷文，耶稣教我们主祷文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主的国已经降临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还没有完成。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有2个身份，我们是神国的子民，那么我们在这世上是神差派我们在这里出差而已耶。我们要见主的面，我们要回去到神那边，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开始。所以我们常常讲基督徒面对死亡，那只是死亡是一个转变。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不是一国之君，那我们跟大卫学什么？学我们要战胜试探的，我们的主要带领我们得胜。因为以我们人要得胜试探可能吗？短暂或许可能，但是我们要得到真正的胜利。神国里面的法则是不一样，神国里面神的做法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靠着主带领我们要战胜。就像哥林多前书所说，你们遇见的诱惑无会是你们常见的，上帝是信实的，他绝不会让你们遇见无法抵挡的诱惑，他必为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经得住诱惑。也就是这些试探跟诱惑，其实它是会存在的。当然我们第一眼看到我们这个诱惑，我们可以说是没有罪了哈，但第二眼我们再想去看，甚至就是盯着，心里就是想的，我们这时候就要靠主得胜。靠主怎么样得胜呢？离开那个诱惑。怎么样子来使我们靠主得胜，而不是去试探神呢？神明明告诉我们要远离这些恶事啊。我有个朋友非常优秀，因为你听到这个音乐牧师这个叹气就知道非常优秀。他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他在大学的时候他非常优秀，在大学里面成绩也非常好，他得到了福音以后，他也非常热心在就是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他真的是一个领袖，真的是一个领袖。神也在让他在工作上面一直真的是旗开得胜。他不管是做什么事，神与他同在，他就是总是在那个最好的位置，神就带领他，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不管世界各地的强敌都没有办法这个赢过他，因为主与他同在。但是呢，当他面对在高位的时候，他拥有所有的时候，他认为他是可以赢过，他觉得他身边的这些事没有什么他赢不过去的，但他就是在一个很大的试探中，他跌了一跤，滑了一跤，非常大的一跤。而起初他从来不会想，他一开始就不会觉得我是会陷在那个陷阱里的人，他觉得他是可以去拯救人的，他是要传福音给人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就是撒旦的诡计吧。撒旦会用很好的话语声音说，哎呀，你这就是传福音啊，你跟某某某某某某人在一起，他信主的话挂在你名上。哎，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做业绩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也不会算你的，即便他信主，但就是得罪神，还是算你的，还是算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对于罪恶的事情要远离，因为罪恶总是带来快乐，不然你不会傻傻的你一直滑下去，以致你不能把自己救拔起来。当然没办法自己救拔，因为你是滑向了罪恶的深渊，怎么能自己救自己呢？只能这位神带领你，带领这位弟兄。神要给我们出路，使我们经得住诱惑。所以我们正在面对试探吗？陷入深深的罪疚感吗？觉得自己在神面前不再圣洁吗？每个人我们都会可能遇到试探，也没有永远不犯罪不软弱的，但我们神要给我们出路，我们需要先回转，寻求神的心意，相信神的心意。告诉大家好消息，这位弟兄真的按照神给他的出路，他靠着主出来了。他面对他自己的错，面对自己的跌倒，面对他的家人。这段修复之路，尤其在婚姻当中，不是容易的路，不是易路，但神一起努力，也同时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面对试探，我们拒绝试探，不要再让我们的软弱定义我们的价值，好吗？我们要选择靠主得胜，过圣洁生活啊！我们一起来默想，我们默想大卫如何能在多次的征战中得胜，征服他的仇敌，给我什么启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话，谢谢你是信实，你绝不会让我们遇见无法抵挡的诱惑，你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使我们经得住诱惑。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过真正圣洁的生活。我们选择靠主，你能够过得胜的一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我们今天都要过得胜的生活，胜过那试探。我们靠主得胜，因为他带领我们得胜。我们明天见。